来，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来，我们一同起立哈，我们互相道平安一下。来，线上弟兄姐妹也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拉近我们之间关系，平安拉近我们与神的关系。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阿门。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无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无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无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无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拍掌，将献荣耀归我们的上主。弟兄姐妹，请坐。是的，一颗谦卑的心十分重要，特别是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我们抱个谦卑的心，才来到主人面前，蒙大所喜悦。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深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深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现在寻求祷告跟祈求。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要教导我们，你要指示我们应走的道路，你的眼睛必将看顾我。感谢主，帮助我们无论得时或不得时的时候，特别是不得时的时候或得时的时候，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更加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向祷告跟祈求，因为我们信靠你，我相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话也告诉我们说，信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主啊，是的，你是信实的主，是永不改变的主。我们将一切祷告就是这样带到面前，特别今天祷告会有很多诸多事项，都寻求主你的帮助。主啊，带领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你别看顾，也听从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祷告如馨香祭来到你的面前，蒙你来悦纳，蒙你来带领。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还将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感谢平安。今仔日的信息分享，你想要怎做
什么款的人？伫1970年到1980年，就是民国60年到70年之间，伫中华有一个高中生，伊国文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题目是我所敬仰的人的伟人。迄个高中生介绍咱台北医生的故事，开始伊是安尼写的：我心中的伟人，毋是十过革命拢失败的国父孙中山，嘛毋是台南万千的蒋总统，却是伫中华为着一个无血缘关系，所甘愿挂家己的皮肤，甲伊的迄个咱台北医生因夫妇。迄是我无当袂记一个经验，伫迄个年代，差不多作文内面若无写着国父，写着蒋介石，就是无理想，还是无骨气。对老师来讲，天下的伟人，哪想干那因两个尔款？伊写即篇作文，结果去互因国文老师伫咧全班的面头前甲骂一困。过去足侪人讲着我的志愿。拢讲我要当蒋总统，这足侪囡仔的志愿吼，的梦想。伫咧国文课本每一学期的第一课甲第二课，拢是孙中山啊，无就蒋介石吼。过去因为规权的领导吼，互咱对细汉就必须要接受党化的教育，嘛将伟人限定伫几个人尔。但是伫台湾的现代社会内面，一旦若问起讲你心中的伟人，还是家己的志愿，大家答案都真丰富，还佫足侪款的吼。有诶讲要做官，有诶讲要做好嘢人，有诶讲要做运动员。伫古早有一句俗语讲：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第三开交经。现在无像啦吼，现在时代改变，所以第一插政治，第二做兄弟，第三起庙师哦。如果若毋是问你讲要做啥物头路，是问你想要成做啥物款的人，你安怎想？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花草无黏、直草无念的人，还是一个与世无争？不插风尘俗事的人，也是一个想要过安安定定一世人过安尼的人，还是讲要食苦当作食补，希望将来会当财富自由的人。讲到食苦当作食补，就想到约伯。讲到约伯，就想到伊三个朋友，甲伊利户。讲到伊利户，有圣经学者讲，这是别人甲天落去的，因为伫约伯的开始甲尾后的结论中，拢无伊利户。毋过有的学者讲，这是约伯记原本的一部分吼。伫约伯记到32章的时，忽然间走出一个对约伯的朋友所讲的话听袂落去的旁观者，就是伊利户。伊利户因为感觉约伯家己是一个义人，伊佫埋怨上帝，就真愤慨。上时，伊也对约伯的三个朋友生气。伊认为因既然毋知影要安怎回答约伯，就等于承认上帝无理。因为伊利户上少年，伊就等别人拢将话讲完的时，看见因三个无法当回答约伯，就真生气。伊看袂落去，伊就表达伊所明白的真理。约伯记32章第2节到第3节是安尼写吼。迄时有波斯人属伫咱的族，巴拉加的囝伊利户真受气约伯，因为约伯看家己比上帝较对。伊嘛受气约伯三个朋友，因为因无话通讲，通因，还佫甲约伯定罪。圣经描写伊利户受气啦，伊的受气
不只是对毋知影要安怎回答约伯的人受气，佮表现出伊因为伊所相信的真理无法当有效来表达咧受气。这个受气是充满理想的受气，这个受气是带着少年人热情的受气。伊无因为少岁而来求提，伊愿意学习真理，爱护真理。第32章18节到22节，安尼讲，我有真侪话要讲，我有一百气伫我内面在滚架，我的腹内亲像有风密密的口，亲像新的皮地伫要立勃立。我要讲出来，通透气，我要开喙来应。我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嘛袂扑他人。我袂晓甲人扑他，若会，我的创造者真紧就甲我处罚。伊如何讲出伊所了解的真理，而且佫提出伊对约伯甲伊的朋友看法。我无爱伫人的伫恁的中间偏，伫恁辩论的中间偏向什么人，也无想要顺什么人的意。我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嘛袂扑他人。伊如何真清楚表明伊家己立场，伊徛伫伊所了解的真理来发言，而且这个发言并无因为家己的少年来有所保留。伊知影只有全能的上帝的灵会当将智慧赐予世间人，也知影只有上帝会当说服约伯。第33章第8节说：“你所讲的，我确实有听到，有听见你的话，讲我清气啦，我清气无过失，我清白无罪。上帝找理由攻击我，看我做伊的对敌，伊用骹扣扣我的骹，监视我一切行为。我甲你讲，你讲这个拢毋对，因为上帝比人较大。你是安怎甲伊争论？讲伊拢无应答我的申诉。咱做伙来念吼。其实上帝一再说明，毋过人无伫意听。民是人倒伫眠床顶困梦眠的时，上帝用眠梦甲异象对因讲话，甲因警告，互因惊吓，互人规歹行为，互人袂骄傲，互伊的性命免含冤。但是伊互别人看约伯，家己认为义，搁排怨上帝。所以，伊就跳出来讲话。伊如何个讲法有一个特别的所在，是对上帝有一款深深的尊敬。伊将上帝当作是一个老师，互人用苦难的训练，带人过一个更较有智慧的生活。有一句话讲：无白行的路，你所立即的经验会伫对的时间点出现答案。伊如何甲约伯甲三个朋友这段对话，是要显明约伯属灵的骄傲。面对约伯甲约伯的朋友的对话，伊如何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毋过伊袂当徛出来讲伊家己的想法，心中的热情甲对伊真理的追求，互伊加入这场辩论。伊如何发言，伊原带着一点仔青涩味，但是想要表达的对真理的理解的企图，就互人无甲看无，互人无法当甲看无，也是轻视。迄种的实践是一种对真理的实践。你会记伫美丽岛的事件的时阵，施明德正做过家的领主，人人喝拍。后来伫施明德走投无路的时阵，透过高主任牧师以及林文迪长老、林文丁长老，甲吴文牧师来帮衬，才伫吴文牧师的厝里，来暂时安心。施明德对于一个完全毋捌的人，住伫遐，心中真正充满不安。当伊听见客厅的电视咧放送讲，咧甲通缉，以及要掠伊有奖金100万。迄个时阵，伊真正心袂安。
迄个牧师看到伊的眼神了后，就招牧师娘行往西明德，带伊祈祷。祈祷煞了后，我牧师真坚定甲伊讲，我的信仰赢过100万的奖金。西明德迄个时阵，就因为安尼，心肝较安落来。虽然最后西明德嘛毕业啦吼，高牧师、吴牧师以及林长老甲诚济长老教会的牧长吼，甲信徒也因为安尼毕业落干，但是却是真因认为真理的事。这段历史也真做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的一段互人常常讲起的代志。虽然大部分的人拢已经去上帝遐吼，但是这对这个牧长因的风范，互侪侪人所敬仰。也因为安尼，所以互人入来到长老教会来受洗，成做信徒。上起尾我就拄着一个啦吼。伊利好讲法无一定是完全正确，但是伊将伊心中所要讲、心中的话讲出来。伊就搁较进一步了解真理的机会。真理若要讲出来，只有要伫家己的头壳内过着自我满足的生活，无去实践，这真理就无正真理吼。伫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中，咱上款爱去学习真理、实践真理。有时真济咱认为的真理只是相对的，是咱现在了解的真理。但是，是毋是唯一的真理？毋过，咱嘛爱勇敢去找找、去坚持。上帝是袂改变的，但是对咱对上帝的认识所常常改变，甚至必须要改变。就像约伯到最后讲：“我从耳孔听见你，那我的目睭看见你。”学习改变需要开阔的腹肠。毋是干那单一教条的迄个思想吼。伫上帝面前，你要想要请做啥物款的人？咱对上帝的认识是永远袂变，也是因为着咱的年岁、经验、甲体验无共来改变。咱要安怎对相对的真理的了解，去欣赏甲咱无共文化、无共想法的人的代志。台湾的社会分做哪里两边的政治现象，咱毋通用政党的色彩来分吼，是要用对上帝真理的了解甲实践来分别善甲恶。伫4月25日，新安讲的尾段有讲，有一个丹麦的基督教哲学家齐克果，伊捌伫个日记咧写讲，真正需要背清楚的，是遐个应该做的代志，真正重要的，是去敲找一个目标，是上主希望我去做的。遐个对我来讲是真理的真理，是会当为伊生为伊死的。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家己问一个问题：我是毋是找到迄个会当为伊生为伊死的真理？相信一切答案，拢是伫每一个超找真道的路途中，伫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内面，伫每一句甲上帝亲近的祈祷内面，嘛伫每一个日子甲上帝同行，活伫上帝讲的日子内面。虽然超找真理的过程有时会落空，有时会失望，但是起来行，起来做，去行去做，就会找到。你想要成做啥物款的人？但愿咱拢是学习真理、实践真理的人。咱做来祈祷，创造万物的天父，阮来到你的面前，欣赏你所创造的一切。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互阮坐伫即个坐伫即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岛屿上，我捌行过悲情，
度过互相求视的、互相无信任的年月。因为安尼，求你的灵临到阮的中间，互阮因为对你的话来领受，对你的真理的理解，来彼此宽赦、彼此相听、彼此欣赏。求你互阮愿意改变阮家己，成做合你旨意的儿女，见证你的大权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不住赞美。呈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呈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呈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呈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呈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呈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
救。听我的主，你监察我的心，你医治我的灵，你要互阮行伫属你的路上，你医治我的灵，互阮的生命有色彩，有平安。阮感谢你恩典满满，愿阮所接的恳求，你拢得到你的应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这时，咱来为世界国家社会来祈祷，来祷。到一个越南战争已经结束50年啊吼，迄个沉寂的毒害吼，犹原还佫伫咧吼。求主会当无侵略甲战争会当停起来。求主眷顾，也眷顾上帝所创造的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第二，为着台湾伫国际上的主权来祈祷，求主互台湾会当有上主的帮衬，无互人欺压，互人矮化，会当早日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第三，为着讨60个立委甲罢免行动来代祷，求上帝彰显公义甲慈爱，而且互国民意识会当受到民意代表的看重，落实民主制度。咱为着这3项做来祈祷。我的天父，阮只是为着。现在同心合一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了我们，让我们享有这美好的世界。但因为我们人类的失心，我们的作恶，以致我们破坏了这世界的美好。今天4月30是越南战争结束50周年的日子，但是还有300万越南人民因为美军当时在越南投放有毒的物品而疾病缠身，饱受煎熬。主啊，你教导我们，就像你家书所说的，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我们可以保护这个世界和这个环境。也求主止息现在我们所有国家所进行的侵略跟战争，也眷顾上主所创造的大地和人民。主啊，我们也要为了台湾在国际上的主权来祷告。我们知道台湾每走一步路都是艰辛的、艰苦的，中国大陆随时威胁着我们。求主使台湾能有上主的帮助，使台湾所有的台湾人，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但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台湾，不被欺压，不被矮化，而可以早日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主啊，我们也为了最近进行的桃园进行了6席立委的罢免行动来代祷，求主你彰显公义和慈爱，并且让公民意识能够受到民意代表的看重，落实民主制度。主啊，诗篇98篇第1节，我们要向上主唱新歌，因为他必施行奇妙伟大的事，他以大能和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所有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施行大能和神圣的力量，赢得这个胜利，也让民意代表看重人民的公民意识，落实民主制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来为教会来祈祷。本主日要举行第3遍的圣礼典吼，求主看顾洗礼，甲要加入教会兄弟，会当甲上帝、甲人和谐关系。第二，咱为着2025年已经平顺来行过7/3，来感谢，也为着5月份母亲节联合礼拜，甲全教会退休会的事工事会当顺利来到。第三，为着顶礼拜福音大会，决志的60位的福音朋友来台到，求上帝继续透过教会啊，这引带的新朋友，可以甲咱教会平安喜乐，可以伫甲咱教会平安喜乐来长大成熟。咱为着这3来有教会来祈祷。主要2025年的第5个月，也就是我们第3次圣礼典的日子，这个主日，主要你拣选的这些人，主要这些在这个主日要洗礼的这些人，在主礼里面，主要让他们日日都是新的，让他们除了信仰，今天也会成为新造的人，更保守祝福这些新的肢体，往后可以依靠主。靠着主你的大能大力，刚强壮胆，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并穿戴全副的军装，日日都能抵挡魔鬼，日日读经，时时更新。主啊，过完4月是1年的1/3，同时也来到感念的慈母恩典的季节。感谢你让他们有机会成为母亲，同时也求你用所有的美好赐予祝福我们的母亲。接在母亲节的下一站，就是下一个主日，就是我们全教会迦南教会的60周年全教会的退休会。主求你保守看顾所有的程序，还有全体人员的出入平安。主要求你作王掌权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的行程平安，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喜乐，能够收获满满的回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了上个礼拜我们的福音茶会，主要盛事成功，为此献上感谢。主要我相信神你在动工的时候，主要那在空中属灵掌权的也要搞破坏。求主你保守看顾那些新兴的小羊，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在主你的家里渐渐茁壮，更进而将下一次的福音在他们当中成为小小的种子。和我们一起把主爱散播出去。明天是劳动节，主啊，求你保守所有在这个世界上默默谨守在岗位上付出的劳动阶级的基督徒，可以在他们的职场上做光做盐，然后在那里传扬福音，以迎接下一次的福音茶会。迦南教会60周年，不是60个人的洗礼，而是600个人的洗礼。谢谢神，你听我的祷告，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着来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好，首先我们为木桥的弟妹叫陈梦玉，
好，那他在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有传出说心脏停止跳动，紧急送往斗六的台大医院哦。好，那感谢主。好，那在这几天当中，那梦寓的情形有得到好转，但还是要继续来依靠神，求上帝来看顾梦寓姐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她或是不认识她，但是相信主也必认识她，要在梦寓的身上来彰显上帝的大能。第二个，我们要为上个礼拜有来这个文荣和婉英，特别要为肖文荣是我们桌球班的学员，他要为他的妈妈83岁的廖秀美姐妹来祷告。廖秀美姐妹因为中风目前在长庚医院也求主看顾这个廖秀美姐妹能够得到主的眷顾，能够平安，也能够得到医治。好，我们先为梦寓也为廖秀美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木桥的弟妹梦寓，她能够在这个礼拜当中紧急的手术，紧急装上叶克膜能够让她的生命能够得到维持，也能够持续的来往进步来恢复。也求上帝在木桥的弟弟还有他的弟妹梦寓的身上来彰显上帝的大能，让这个家庭能够来认识神，让这个全家都能够经历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是大牧人，是全能的神，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主啊，求你在梦寓的身上来彰显你的大能，也能够让梦寓能够来经历神你奇妙作为。我们也为文荣还有婉英的妈妈廖秀美姐妹来祷告。主啊，也感谢你垂听祷告，并且保守廖秀美姐妹在长庚医院她的治疗还有恢复能够得到控制，也能够让她能够持续的进步好转。愿上帝你彰显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在主的面前为梦寓为廖秀美姐妹来祷告，求主垂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三，我们要为丽娟的堂姐叫陈淑芬住在这个阳明医院的隔壁。那上个礼拜有去探访，那这个淑芬她做这个乳癌的标靶治疗，那现在也在恢复当中，那有在进步那透过小组的这些的关心带导还有探访，让淑芬更有信心，那她也很知道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在为她祷告，她也非常的感恩那也希望淑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也能够经历主。那他的家人跟他都住在附近，也愿上帝来带领这个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来认识神，能够被神所拣选。然后第四，我们为我们的小组长现在在休息的小组长秀凤姐来祷告。秀凤刚刚完成自体造血的干细胞移植治疗，那这个治疗算是很顺利但是呢因为很容易被感染，所以医生说有6个月的时间不能够群聚，不能够在公共场所出入所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秀凤，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为纪念秀凤，也求主与秀凤同在，让秀凤的身心灵能够恢复强壮，能够得到滋养，也让这个干细胞的移植能够有果效，能够重新得力我们为第3点的丽娟的堂姐淑芬，也为秀凤组长，我们为这2位一起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为着你关的堂姐淑芬来祈祷，也感谢你通过教会姊妹兄弟的关心甲带导，让淑芬伊会当打开伊的心门来欢喜知影有人咧替伊咧祈祷，也相信上帝你要成做伊的救主。
互伊心内底有平安，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头膀甲医治，也互伊的这肉体会当渐渐来进步，也互伊对主较有信心，也当早一日来到教会来请群主来敬拜上帝，也全体会当得救。阮为着秀凤组长来祈祷，也感谢你带领秀凤伊的这个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会当来完成总是伫这个恢复的期间，也求上帝特别看顾保守，互秀凤借伊的这个血液会当继续来生长，也互伊有好的体力甲恢复，也互伊会当搁一个摆来靠主来得到勇壮，也愿上帝你加添气力信心伫伊的身上。阮的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第五，我们要为了家军，家军的爸爸罗金荣弟兄他淋巴癌来代祷。那之前在关渡的和信医院住院，但是因为医院的人力不足所以现在是先回到家中，但每天都要从龟山去到关渡所以也求主看顾保守，让这个医院能够有这个医疗的资源人力，也让这个金龙兄这个罗爸爸也能够更加的来遇见神经历主。虽然很多的人在为他祷告，但是也相信上帝要在金龙兄的身上来彰显大能也求神看顾这个家军的家人在照顾当中出入往返的平安。第六，我们为阿秋他的大姐曾水仙曾水仙她发现卵巢癌来代祷。那水仙姐她已经做过了1次的化疗，目前有腹部的积水，那也求主看顾保守，能够让这个腹水能够顺利的来消除，让她身上的不适也都能够得到缓解这个阿秋的姐姐水仙姐好像是住在高雄的地方嘛高雄燕巢，高雄燕巢，我们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家军的爸爸罗金荣弟兄，还有阿秋的姐姐曾水仙，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主上帝，阮每一个时阵为着家军的爸爸罗金荣兄弟来代祷，主随望医生来宣布伊这个得着癌症也甚至伫这个癌症的中间时间有限，总是上帝你是无限的上帝，你是全能的救主。主愿上帝你施展你的大权能伫金龙兄的身上，也互伊伫每一天的治疗中间会当愈来愈进步，也当愈来愈好势，会当打开伊的心门，会当来接受主耶稣将做伊性命的瓦靠甲帮助也伫人所袂话的，总是伫上帝你凡事拢话。阮也为着阿秋的阿姐水仙姐来祈祷，愿伊用上帝看顾伊伫演奏的所在也会当得到好的治疗，特别伊的腹内的积水也会当来消退，也互伊会当恢复体力甲精神健康，也会当来知影上帝你是伊的主，也是听伊的主上帝要来拯救伊的灵魂体甲全家。愿上帝你伫金龙兄伫水仙姐妹的身上来显出上帝你的大权能。愿咱伫主的面前献上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最后我们为我们自己个人，或是我们没有放在上面的代祷事项，如果我们有身体的欠安病痛，或是在饮食睡眠环境当中有身体不适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借着大家一起的祷告，我们来为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姐妹和家人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财大巴父神，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或是为我们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在身体上面遭遇欠安，或是心灵遭遇忧闷，或是灵里面遇到搅扰的肢体们，主，我们要奉主耶稣名来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祈求，为他们来祝福。愿上帝你彰显你奇妙的作为，也彰显上帝你的大爱，主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用信心来倚靠你。你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要奉主耶稣的名，将一切的忧伤的灵来捆绑，将一切让骨枯干的疾病都要来捆绑，让上帝你的平安
安、喜乐，能够住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住在弟兄姐妹的家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刚强壮胆，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主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谢谢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求你赐给我们有好的饮食，有好的睡眠，有好的生活和作息，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重新得力。愿上帝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我们会有诗歌脚步，我们一同起立吧。排长，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旷野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好，感谢主。那在3个小时，4月份就结束了，好，所以如果你还有什么停车费啊，什么账单还没缴的，忘记缴的，好，能够赶快缴。还有呢，在这个月当中，好，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挫折，或是什么样子的担心、害怕、不愉快，好，也在这个月好要结束的时候，也都交给神。让我们在明天进入5月1号，是一个月的开始，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好，能够看见上帝在5月份给我们有更多的恩典和祝福，阿们。好，那提醒大家，接下来这个礼拜6有 A1 好第5次的上课，好第9、第10课，还有我们在礼拜6好有这个小会，然后礼拜天我们有圣礼点，礼拜天的下午有这个宗教改革之旅的分享会啊，好，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好，在下午的401教室，好，也让我们都能够听见这些去德国好参加的人他们的见证还有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感谢你，
带领阮伫2025年1月到4月每一个月，阮拢看见上帝你互阮的恩典。特别伫今年开始，阮有侪事工，包括每一个月有一摆333祷告会，也是阮有为着60周年所举办这个活动甲庆祝，而且事工拢看见上帝你的带领祝福，一切拢会当真顺遂来举行。特别为伫顶礼拜六，阮有超过60位的兄弟姊妹，因来决志要来接受信耶稣。总是阮真无教业，就是阮欠缺小组长会当继续来引带来陪伴这个新的朋友，也愿上帝互阮会当继续来接受装备，互阮当继续长大信息，互阮当继续为主来做工，来分享遮好的见证。也愿上帝你也继续带领阮伫过来这个月中间，教会要举办遮的事工，甲新礼典，甲母亲节，以及要去到伫古坑的这个退休会，会处理来当平安顺遂，有主你甲阮同行做伴，主啊，阮拢交伫上帝手，也愿上帝你是阮带领阮每一天的脚步。这时阵，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齐来祈祷讲。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搁一摆用破声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咱今日的祈祷会到这，好，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